后来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比赛，当比赛结束，民谣这个项目8支参赛的队伍有3支来自台湾，其中台湾的尼布恩合唱团摕到金牌。结果中国出面来抗议，要求咱爱甲国旗摕掉，都参就台领奖的名称拢爱改做中华台北。 And now the first place choir in the folklore music category, Nibun Chorus. 第1位は二分合唱団。95.9 points, gold prize. 95.90金賞。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会29号开始举办到27。尼泊尔合唱团以95.9个冠军摕到民谣组的冠军。代表上台领奖时感动甲流目屎。事实上，伫咧比赛进前就去打压。 过去咱这个拢用台湾的名义参加比赛，会场嘛挂国旗，甚至主办单位临时收到中国伫咧抗议，要求把国旗摕落来，名称嘛改做中华台北。那这个很可惜在，昨天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接获通知哦，因为中国的抗议，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，没有办法放上台湾的国旗，也没有办法唱名台湾哦。当这到日本的立法委员邱其行合唱团含主立代表随甲主办单位交涉，落尾主办单位将参赛名称改做中华台北，嘛甲会场全部的国旗摕掉。司机是伫咧比赛的起头，应主立代表要求，强调比赛使用的名称无政治意思。伫咧小解时，嘛有真侪摆讲到台湾。但是我想，这样的一个音乐比赛由中国的介入，让台湾的国旗消失在比赛的会场，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哦。听完最后的这个尼布恩的演唱哦，其实我想全场的观众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哦。那所以我们大家就带头喊起了台湾了，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队伍是来自台湾，这个队伍是来自高雄，这个队伍是全台湾最棒的。 就算受到打压，尼泊尔合唱团同款提出高水准的表演，用实力让世界看到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